繼續來看國防部發布到上新監控的相片，是中國的航空母艦遼寧號駛過台灣海峽。國防部長顧立雄講，咱所收到的情報，攏會甲友盟國家來分享。而這個總統賴清德要去訪問邦交國進前，中國的遼寧艦再度駛過台灣海峽。賴總統回應講，威權主義的威脅是台灣人逐天的日常。國防部發布上新的監控相片，中共遼寧號航空母艦經過台灣海峽上頭前，會當看到16號正清楚。飛行甲板頂有停8台殲15戰鬥機甲3台直升機。這台就是中國的遼寧艦，最近幾年來有經過台灣海峽幾下擺。20過來，國防部公布的相片時間點正敏感，因為17日本注意對護衛艦雷號通過台灣海峽路南甲美國菲律賓展開經邊境的聯合軍演。中國先發布佇東海軍演，率來佇東部戰區對外表示講，所屬的133號的艦艇編隊已經通過琉球軍隊的行動水道，嘛被認為講遼寧艦的動向甲相關的演訓活動有聯動性。我們本來就是對於不止台海周邊嘛，對於所有我們相關的這些，包括黃海、東海、南海這些，我們都會持續運用我們的相關的聯合情報所在以及我們多元情資的來源，以及跟友盟國家分享情資，我們會進行持續的關注。那遼寧號的動向，我們一樣也會持續關注它後續的動向。台海局勢愈來愈緊張，尤其是遼寧艦如果通過台灣海峽，國安人士認為講，北京有意要將台海塑造成常態化會使進入的水域，而且時間點竟在總統賴清德出國訪問前。台灣位於民主防線的最前緣，威權主義的威脅是台灣人每天的日常。甲 CSIS 戰略甲國際研究中心訪問團會面，賴清德嘛重申講，台灣佇民主防線的最前線，是歷史和平的護城河。這擺遼寧艦通過台灣海峽，唔但影響第一島鏈，更加牽動區域安全。Hello， 我是張新文，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